多謝，冇出馬你啊！多謝大家意見，好清楚咧。居民嘅信息咧，大家都聽到嘅。其實過去呢個嘅設計第一次嘅設計模型概念面世嘅時候咧，我哋觀塘區已經好清楚講清楚俾大家知道咧，就係、我哋居民憂慮嘅所有嘅問題。未聽過嘅。福大家所講嘅，包括好似冇環境、噪音等嘅問題。其實當大家考慮到如果呢個設計係有實在嘅需要嘅時候，如果政府唔能夠考慮全部都係喺隧道方案，呢個係我哋一個好清楚提出嘅。未聽過。如果唔能夠裝隧道嘅時候咧，全部係有蓋嘅公路，同埋咧係全部包屏障，咁先至可以減低個噪音。而同時我都提出咗咧，就係話政府應該係要盡快嘅嚟到回收東區海底隧道，因為政府有責任去確保呢個環保嘅方案能夠繼續維持落去嘅。咁既然土地供應發展署咧係喺同屬一個交通環境運輸交通運輸及房屋局嘅時候咧，我覺得政府應該一攬子去處理咯。而家呢個方案拎出嚟俾我哋睇嘅時候咧，就係話係今次嘅方案已經回應咗一部分我哋過去嗰個提出，但係卻未能夠全部係用呢個嘅交通屏障同埋路上蓋嘅覆蓋。第二咧就係、亦都冇考慮到東區隧道應該要同步喺呢個設計嘅過程裏邊啊，應該呢個隧道大約喺1年左右咧應該係到期㗎啦，要交俾政府㗎啦。政府應該係將呢個東區隧道嗰個嘅光污染同埋環境一攬出去解決，咁你先能夠讓我哋居民有一個更優美嘅居住嘅地方。另外咧，譬如話好多嘅道路咧，可能會唔係咁多人使用，例如油塘道嗰個嘅車輛流量只會增加，因為佢茶果嶺道會面對住油塘灣發展區，所以居民嘅要求就係話喺你設計嘅時候，唔係即係話只有少量嘅增加，而係點樣將油塘道嗰度嘅人車分路一攬子係解決。仲有藍田呢個匯景嘅交匯處，我哋好多居民咧由油麗過到去藍田嗰度咧，都要過好多交通燈嘅。咁其實啲車輛咧要交燈嘅時候咧，只會係停車踩油，結果製造嘅噪音同廢氣咧會有增加。我覺得你設計嘅時候應該考慮埋呢幾個因素嚟解決。咁我哋多次向政府部門嚟到反映，同埋向立法會度反映嘅區反映咧，目的就係居民唔係想盲目嘅反對，而係希望咧得到上嘅方案能夠解決到需要。最後一點就係、呢一個嘅整個設計方案為我哋油塘區特別油麗區嘅居民未來嘅交通運輸有啲咩幫助，有啲咩裨益咧？我睇唔到，即係話呢個方案咧係能夠幫助成個大嘅觀塘。我覺得政府應該回應我哋居民嘅需要，實際嘅嚟睇到，我哋係希望改善我哋嘅環境，而唔係純粹為咗反對而反對。呢、個意見咧係好清晰，政府要。咁為贊成反對。